而家個市場咧個消息就唔係太多。美國方面咧，特朗普嘅官員都表示咧，咁啊同七國集團即係 G7 咁啊同埋呢個歐盟就呢個稀土貿易進行磋商啦。咁啊同埋咧對於嗰個關稅同埋其他措施都傾緊嘅。講關稅啦，咁除非佢出啲關稅嘅招數出乎意料之外啦，咁啊否則暫時嚟講咧，對於個市況咧好似都冇影響喺度啊。美國嘅財長咧貝森特都表示咧係需要再減多少少息嘅。咁但係咧我哋睇翻琴日鮑威爾就重申啦，咁啊對於進一步政策嘅態度咧就係表示謹慎，咁啊所以即係唔係話咁容易鬆手啊。咁啊所以變咗咧琴日個美元升，咁啊美股跌。我哋睇翻10月30號啊 FOMC 聯儲局議息嘅時間呢個會議咧再減息1/4厘嘅機會率咧已經去到97.4%啦。咁所以基本上咧減息咧循序漸進啦，除非咧嗰啲數據咧就相當之差啦。聯儲局就永遠都係咧就睇住呢啲通脹同埋經濟數據嘅，咁所以呢啲數據咧有機會成為呢個後市息口去向嘅重要指標啦。咁啊講緊嚟緊一周我哋嗰個預期啦，因為下周咧就開始接近黃金周噶啦，就呢啲位置嘅嚟講咧個恒指區間咧就25,900到26,800嘅機會咧都係呢900點嘅區間度運行啊。下個星期咧就接近黃金周嘅時間咧，我哋點樣超前部署咧？因為黃金周始終咧就係第一，我哋都期望會有啲政策出台可以支持個大市。咁但係第二咧，始終都係一個叫國內長假期咧，變咗好多人咧都會趁住啲高位就食咗糊先，咁啊寧願翻嚟再部署㗎。咁啊所以下星期咧就有機會咧就有啲叫獲利平倉嘅情況出現啦。咁大家咧當然啦可以留意下一啲嘅旅遊股啦，咁啊同埋一啲嘅葡萄股啦，咁同埋一啲嘅零售股啦，或者係呢啲內需嘅股份啦。咁啊希望國策嚟講咧有機會支持到相關嘅股份。咁啊譬如大家就要自己去揾下相關嘅股份嘅板塊嘅龍頭股啊，咁啊就個勝算就會比較高噶啦。